新竹县台北市有一个真受大家欢迎的音乐装置艺术，创作者就是桃园高雄管乐团的前团长。伊退休了后，等到新竹的老厝，家己开钱进行环境的改造，打造出用各种喇叭来装台的艺术品。塑料喇叭、小吹、有萨克斯风，每一个装置姿势拢无共款。不过顶管拢有一项乐器，就亲像一支乐团，当咧公园内底演奏。这个装置拢出自原地在桃园高雄管乐团，担任团长的陈良生亲身打造，吸引真侪民众听卡欣赏，兼做乐团指挥。这个管乐团你可以指挥家由你来当甚至有这个心心相印的这个装置艺术。理论上来讲，它就是要废弃的。可是我就想说，利用这个废弃的这个乐器，把它重新再制造出一个新的生命。陈良生退休了，回来新竹老厝，发觉老厝对面的爆花顶悬一直发臭，决心要来斗3工整理，就开始收集报废的乐器，打造出乐团艺术装置。希望就是说，让这个美好的事物让所有人来分享。那我们也希望，爱好音乐的人也可以一起来跟我们共同来继续往下发展。陈良生讲，伊计划未来要佮加入拍鼓的，甚至会使自动发出音乐，继续扩大乐团的规模。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